大家出嚟做工，多多少少都會遇到啲低 B 同事，而咁啱得咁巧，我而家呢份工就中咗頭獎。雖然我阿媽教落做人唔好講人是非，但係醫生都有話長期谷住啖氣對身體唔好，所以今日我就決定一吐為快。事情係咁嘅，我呢位長期腦缺氧嘅同事，平時講嘢特別中意用埋啲九唔搭八嘅比喻，經常搞到我先天性健康嘅身體後天性血管阻塞。有次成班同事開會，其中一位同事講完之後全場靜晒，應該係消化緊。點知我呢位低 B 同事突然間叻唔切彈咗出嚟，成個 TikTok 導師上身咁開始解釋。你哋係咪唔明啊？等我解釋俾你哋聽啊！然之後佢就清一清嘅喉嚨，露出一種人類文明由我推進嘅表情。佢意思即係話，你用一對筷子食飯係唔夠兩對筷子食飯快㗎，而用兩對筷子食飯又唔夠三對筷子食飯快。所以想食飯食得快，最好唔可以用一對筷子，而用一大堆筷子。我望住成班同事嘅表情，個個塊面好似唔食咗屎味蛋糕咁精彩，全場人俾佢呢番低 B 發言震撼到失去語言能力，空氣靜止咗幾秒，靜到連冷氣機都好似識得尷尬咁收細咗聲。最恐怖嘅係，我呢位低 B 同事完全冇察覺現場氣氛，佢仲好似好得戚咁企喺度，個樣好似啱啱發表完改變世界嘅偉論，眼神不斷掃視全場，好似等緊人起身拍手，順便頒埋個諾貝爾邏輯學獎俾佢。由於我實在頂唔順呢種令人窒息嘅氣氛，唯有主動開聲：好啦，繼續開會先啦。大家先終於好似解除石化狀態咁，低頭嘅低頭，飲水嘅飲水，扮忙碌嘅繼續扮忙碌。而我呢位低 B 同事亦都喺完全冇人辣佢，甚至冇人想回應佢嘅情況之下，繼續若無其事咁坐翻低，個樣仲好似覺得自己頭先嗰番說話成功打開咗大家嘅思維新大陸。自此以後，佢繼續喺職場上默默耕耘，將佢嘅低 B 文學發揚光大。